台语谣歌《望春风》四季桂红是作词家李林秋的作品哦。李林秋伫台北市大稻埕的旧厝，之前是有产权的争议。落尾是李林秋的后生以3400万买落来，台北市嘛认定做市定古迹。今仔修复工程开工，望讲会当来保存这个台湾歌谣真重要的所在。 诚心参拜祈求李林秋故居的修复工程顺利。徛伫台北市大稻埕的李林秋故居，经过产权争议，落尾李林秋的后生李修干撞到3400万，以优先购买权买到，而且信托管理。台北市也认定做市定古迹。即阵总算伫初5举办修复工程开工典礼。哇，心情真复杂，但是真安慰啊！我母这个母15年啊。 啊！在今年吼，尘埃落定，阮老爸上早落一个希望字就对啦。伊讲楼骹吼要做一个公共艺术表演空间，就敢若一个 coffee shop， 吼啊有一个小的舞台，互少年人吼，有当时伊无做台拢发表作品嘛，互少年人踮遐表演。 李林秋故居1楼的天棚已经破甲真严重，虽然厝已经爬落来，但是修复也阁需要2000万左右。经过协调，即阵由中央出35%，台北市文化局40%，加李修干25%共同负担。2楼的楼板、屋顶的天花板，还有屋顶的屋瓦都其实漏水非常严重。那也有部分的砖瓦的龟裂，原则上是要先把这个。 漏水啊、腐朽的部分都要把它复原。文化局表示会尽力甲李林秋故居恢复做100年前的模样，不过嘛承认这是真大的挑战。未来1楼会按照李林秋的愿望规划做食食加商店的空间，2楼保留李林秋工作的模样，展出伊的文物，边仔的房间会加做音乐展演空间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